台湾国庆花表示，安南区天马电台开发性文化园区案接上不利6档个过去，会当讲一直空等，到底要安怎规划才会当符合地方需求？伊再次强烈建议规划商业区，开发德公园体育场公园来回馈，积极向市场请命。不过，因为土地是国有财产署，加上新的文化部长毛想法。原则上会重新检讨都市计划。那发展商业区啦，咱这市府有一寡回增的土地回增的土地的时阵咱安南区即嘛这个游泳池也好还是讲这个球场也好还是讲一寡这个亲子活动也好，还是讲一寡球场也好一寡运动设施啦咱安南区即马拢非常的欠即地那咱的即个回馈的设施啦咱即个公社咱来集中来甲创造一个多功能的体育公园我相信这是一个足大建设嘛对安南区来讲咧足有意义。即马新的文化部长迄个小野当然，咱现主是赖总统，伊对台南嘛就足熟悉。即个天马电台伫伊担任市长的时阵，嘛已经是有伫遐个要争取做地方的即个使用。所以，即马现主是新的文化部长，伊进前有对我来宣示讲，即个天马电台文化保护想法。所以呢，未来要讲要开辟的时阵，咱因为这地毕竟是国有财产署的是中央的，所以咱爱甲伊协调。协调讲出来一个地方甲中央，拢会当共同发展的。所以内面要挂偌济出来做文化园区，偌济做体育园区，偌济出来做这个商业区，偌济出来住宅区，这拢是会当讨论。到底天马电台开发风险如何？议员表示，中央既然要插手，嘛甲市长达成共识，第年底即阵的时会有面开方案，看如何启动都市计划来检讨。台南新闻，阮是林英根采访报道。